ラマン80 ウルトラマン80 He came to us from the start 君は誰かを愛しているかそれは生きてることなんだ君は勇気を持っているかどんなことにも負けない心遠くの星から来た男が愛と勇気を教えてくれるウルトラマン80ウルトラマン80 He came to us from the start 啲飛機聲好大喎。呢一日，因為有一個歐洲企業集團開業，於是有一架大型飛機喺空中作宣傳。佢嘅目的地就係亞爾卑斯山上空。啲聲消失咗啦。嗰啲係咩？有墜機意外？呢啲係漠視國際言論嘅後果嚟嘅。嗰架係超級珍寶機，當佢起飛同埋降落嗰陣，都會發出好大嘅噪音騷擾市民嘅。佢哋冇理由唔知道噶嘛。講得啱啊！而家地上面嘅噪音都夠煩噶啦，再加埋天空上面嘅噪音，真係令人難以忍受啊！所以咧，我哋 UGM 嗰兩架飛機高空同埋銀狼，佢哋嘅音量都係校到好低嘅。遠田見到，快啲出動。去邊度啊？收到墜機嘅報告，原來架飛機咧係遇到怪獸襲擊嘅。有怪獸啊？但係隊長啊，雷達並冇顯示喎。或者搞錯都唔定嘅啫。但係有一點令我好疑惑。係咩，隊長？根據報告話，架隻母機嘅聲浪係突然間消失嘅。消失咗之後就突然間墜機啊！照咁嘅情形睇起上嚟，會唔會係機件發生故障咧？再加上佢哋眼花當咗啲雲係怪獸，一定係咁樣嘅。講得啱啊！停啲，未有結果之前都未知道個情況點嘅，快啲出動！知道。但係 UGM 從來到黃昏都未曾有線索噃。係啊，對唔住啊，班學生真係曳㗎啦。啱啦，梗係冇大人喺屋企啦，好似賊佬咁嘈，我就忍受唔住㗎啦。對唔住啊，如果再係咁嘈嘅，我一定會去報警告你哋噪音騷擾。唔好啊，我而家入去叫我哋唔好嘈，你無謂報警啦，係咪？對唔住啊，係咁好啦。打攪晒啊！有冇人啊？校長，你入去勸下佢哋啦，你勸就最啱噶啦，你入去啦。哎呀！史迪老師，史迪老師，聽唔聽到我講嘢啊？哎呀！史迪老師，你搞乜鬼啊？史迪老師啊，你知唔知你爭啲俾人拉上差館啊？呢一件事係我哋英江中學創校咁耐以嚟最不名譽嘅事嚟嘅，真係太丟架啦！校長啊，你同唔同意我咁講啊？吓？你同唔同意啊？同意啊嘛？史迪老師啊，你作為一個老師啊，你應該好明白你自己做緊乜嘢㗎？係，就因為我係老師，所以先至咁樣做。咩話？哦，其實喺我哋夾 band 之前呢，我係得到屋主嘅同意先至夾 band 嘅。
而且我哋已經閂晒所有嘅窗噶啦。閂晒啲窗，但係閂晒啲窗都有人嚟投訴喎。咁樣啊，唔該，你快啲解散隊 band 啦！主任啊，請你聽我講啊，係咁教落去，就算點落力啊，都係冇用嘅。嗰班學生咧，佢哋欠缺咗一種自發性嘅學習心態，亦即係話佢哋冇自動學習嘅精神。簡直係廢話，同你哋夾 band 有咩關係啊？佢哋最近呢幾個禮拜啊，已經自動準時咁嚟練習4個鐘頭噶啦。哦，佢哋已經練咗幾個禮拜噶啦。係啊，透過呢次夾 band，我希望佢哋認識到自發性學習係幾咁重要嘅。咁講都幾有道理嘅。主任啊，你係點睇啊？我點睇？我就覺得咁樣係騷擾民居。咁我明白啦。唔該晒啊！唉，點啊？又唔得啊？揾咗15間噶啦，老師。唔通真係揾唔到地方幫我哋夾 band？咁啊，我哋真係好嘈咩？俾心機慢慢揾啦，天無絕人之路嘅。嗱，你哋喺度等我再問下得唔得啦吓？老師，祝你好運啊！就喺呢個時候，有隻怪獸喺另一笪地方出現啊！隊長，點樣？有個巨大影像向住新幹線嗰邊嚟緊喎。咩話？出動啊！知道。我夠膽嚟呢度。喂，我係似的，隻怪獸出現啦，你即刻出動啦！西有添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開始攻擊！乜老師仲未到噶？個老師都唔知搞乜鬼噶。俾啲耐性等下添啦。唔好等啊！等到幾時喎？咁好啦，我哋一於去啲荒地，盡情咁練習啊！嚟啦，我哋去咯！好啊！激氣啊！咁大隻怪獸一下都打唔中，點解會咁樣噶？佢對耳仔好大喎，佢對聲一定有反應噶。我係似的噶，請總部答話。呢度係總部。有咩事？隊長啊，請你暫停攻擊佢啊！咩話？嗰隻怪獸啊，佢對聲音好敏感噶。你睇佢對耳仔啊，佢聽到聲就有反應噶啦。如果冇聲，佢就唔會喐噶。原來係咁，可唔可以停止晒所有東京範圍嘅聲音啊？停止晒，隊長啊，唔該你啦。
如果冇聲咧，佢就唔會周圍咁破壞噶啦。唔該你啦，隊長。我明白啦，咁我試下。但係阿猛嘅提議根本好難實現到㗎，因為要成個東京都冇聲，咁即係等於成個城市都要停止運作。不過經過大山隊長苦苦哀求，最後成個東京同郊外嘅地方都唔准有聲。呢個行動就叫做沉寂之戰。係，我批准啦。嗯。唔該晒。係，我知啦，我哋照辦。報告書啊，隊長。隊長，最新嘅資料送到嚟啦。係，我知。呢份係最新嘅資料。哦，唔該。最新資料送到啦。而家成個東京市真係可以話靜如深海啦。此啲嘅推斷好啱。照咁講，即係話嗰隻怪獸係靠接收啲聲嚟維持生命咯。冇錯，佢係靠咁樣嚟維持生命嘅。只不過，隊長啊，你唔好再賣關子。只不過當佢聽到啲飛機聲，又或者新幹線嘅聲咧，佢就會進行攻擊噶啦。而對於我哋嘅戰機咧，佢就會顯得好唔耐煩同埋好悶。換句說話嚟講，即係冇錯啦，飛機同埋新幹線列車所產生嘅噪音係會令到怪獸產生強烈嘅食慾，而且仲會令到佢有啲特別嘅反應添。冇錯啦。哦，原來係咁噶。就係因為咁，而家啲專家咧正喺度研究緊啲聲嘅共同點啊！大家要幫手啊！係呢個沉寂之戰係有期限嘅，我哋要隨時出動，知道嗎？知道。知道。睇電視冇聲就好似睇默劇咁樣。阿麗，你哋幾個做乜嘢啊？打攪晒你啊！哎呀，行到去邊都唔准出聲啊！係啊，好難受啊！飲唔飲嘢啊？飲啊飲啊！我都唔知幾想飲嘢啊！你哋等一陣，我去斟啊！我就係得一樽汽水啊！係，哦，喂，點啊？哦，得噶啦，仲未收到研究結果啊？我知道。隊長啊，佢哋仲喺度研究緊喎。隊長啊，係咪我搞錯咗咧？啊，我會通知佢嘅。隊長，點算好啊？消防局嗰邊問係咪連消防車啲警報系統都唔准開喎？冇錯，係啊。仲有啊，隊長，蘇聯大使館嗰邊有一個特別班次嘅要求啊。仲有新宿站同埋東京站，都有好多群眾鼓噪要求通翻車。東京嘅停頓已經到咗極限，我哋而家點做好啊？隊長，冇辦法啦，改變戰術啦，我哋唯有喺呢個時候打低佢。為咗要唔發出聲音，又要接近隻怪獸 ，UGM 就選擇咗氣球作為工具。佢哋帶備最強嘅武器，決定要同隻怪獸決一死戰。
要早啲啊！大件事，隻怪獸突然之間醒咗，似乎係有啲嘢令佢咁嘅。發生咩事？激死啊！出動啦！知道。究竟點解會咁嘅咧？嗰隻怪獸睇嚟仲喺度揾緊佢嘅目標喎。吓，係佢哋班人啊！開始攻擊未啊？完全隊員，請你等一等啊！怪獸前面有班人喺度啊！咩話？阿猛佢好擔心，原來嘈醒嗰隻沉睡怪獸嘅就係嗰班夾 band 嘅中學生，而怪獸咧似乎對呢種聲音好中意噃。嗰班學生仲蒙查查，好陶醉咁喺度練習緊。好啦，就趁而家進攻。原田，千祈唔好啊！有怪獸啊！快啲走啦！走！我哋都冇得罪你，你做咩追住嚟喎？我就嚟搞搞震啦！試下。等我收拾你！超人80，係超人80啊！計劃好嘅沉寂之戰，卒之都被取消，因為班學生嘅樂器聲太大，佢哋將沉睡嘅怪獸叫醒，而家怪獸正同超人80展開一場激戰。
衝着起，即係表示超人冇咩時間整啦。唔知因為咩原因，隻怪獸突然之間變得好溫順，冇頭先咁暴戾，而且隻怪獸仲任由超人80打佢添。既然佢再冇殺傷力，咁超人80就勸佢翻去佢自己嘅星球，唔好再留喺地球啦。哇！老師再見。再見。老師再見。再見。再見。再見啦！再見。再見。再見。老師。喂，一陣間去夾 band 啦，我搵到笪好地方啊！今日我哋唔得閒啊。喂，我哋要去基拉道，大家一齊研究功課啊！咁即係話你哋唔夾埋一齊玩啊？做學生本嚟讀書，玩只係屬於其次啫。快啲行咯！再見老老師。喂，又會變得咁生性嘅？この星は美しい星、誰もが愛する青い星、この星を守るのが我らの使命、何か怪しいものが来る、正体不明でやってくる。Stand by UGM, take off UGM, spread ahead UGM. 日本列島からオイルが消える。天を焦がし地に潜るオイル怪獣ガビシエール。UGM はファイヤーバード作戦を開始した。だがガビシエールは地の底からゴーンとともにエアポートに出現した。成田空港が危ない。次回ウルトラマン80エアポート危機一発。